护理人员正欠缺咯。卫生福利部今仔伫行政院的汇报中提出护理师能力的报告，其中包括要发按班的津贴，一班400块到1000块，所以一个月薪水上济当增加差不多2万块。初步估算经费大约要43亿，上紧咯明年会实施。 病院护理人员毋但工时长、压力大，薪水嘛无亲像预测遐尼济。新冠疫情了后，佫传出大阵人失职。为了解决护理师人力欠缺这个问题，卫福部向行政院提出政策整备报告，其中包括护理人员夜班奖励措施。明年度以健保总额编列专款，所需要经费差不多43亿。 如果用20天的话，那他每个月薪水就会增加，小夜会8000到12000，那大夜的话会12000到2万之间。卫福部表示，为地区病院到医学中心，小夜班每班奖励津贴是400至800，大夜班是每班600至1000块。不过，医界人士认为安尼无效果，而且经费来源唔对，因为两位健保支出，到尾钱拢会入去病院的大水缸。 护理人员大部分是看会到、食袂到，而且敢若奖励夜班，对一般的人员嘛无公平。政府也对住院医师也做那个，就直接把这个钱就入那个住院医师自己的薪资户口。那我们觉得这是很好，就是护理人员如果有可以这样做，护理人员他就拿得到这个钱。高危的病房区的这些单位的护理师，给予每一个月固定的5000到1万的津贴。 可能这样子的一个留任跟回任的效果会是比较好的。卫福部讲，教育部会投资护理人力的培育，科选部嘛会增加国科次数，未来规个教科用协力整合，同时透过薪资这场改善做全面的改进，希望让护理人员会当回流甲留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